大家好啊！今日嚟講下呢個加美拉斯戰艦排行榜第10名，多美尼亞級宇宙航母。呢架船嘅特點就係大，同埋可以裝載大量嘅轟炸機。但問題就係呢架船唔靈活，機動性好差，所以喺補給線後面作為一個火力支援咁嘅位置咯。個機動性差就導致咩？嫌靶。雖然話就話佢比大和號大概50幾米，但係問題就係唔靈活啊嘛。佢蝦下15集裏邊嗰粒行星嘅人就得，鬥大和喎，慳啲啊！第9名，蓋普龍級航空母艦。依架航母嘅一個特點就係有4層甲板，上面3層攞嚟起飛，下面呢就係攞嚟降落嘅。不過緊急時候亦都可以起飛用嘅。但係問題係好脆咯，嗌大和一炮都瀨嘢。蓋普龍級多層航母呢係一個航空嘅作戰平台，唔應該上前線去進行衝鋒啊、K 卡拉嘅。24集嗰個係簡直係反例之中嘅反例。第8名，克里皮特拉級宇宙驅逐艦。呢架船嘅特點就係快靈活，佢作為火力支援嘅，之後咧亦可以作為導彈發射平台，譬如雷導彈都得。但係問題係好脆皮。第7名，克里卡皮爾級宇宙巡洋艦。呢架船嘅特點同第8名克里皮特拉級宇宙驅逐艦嘅特點都係一樣都係快。不過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火力變大咗，就係咁。而佢嘅問題就係脆皮同埋火力不足，俾人圍毆大劑咯。第6名，梅爾托利亞級宇宙戰艦同埋迪斯托利亞級宇宙戰艦。呢兩架船嘅火力咧冇乜分別嘅，只不過比上一級嗰啲巡洋艦、驅逐艦嘅火力大啲咯。顯人光速應該喺所有加美拉斯戰艦裏邊都有嘅。第5名，蓋德羅級宇宙戰艦同埋海瑟多拉級宇宙戰艦。呢兩個艦艇有個共同特點就係魚雷發射管好多，比大和號仲要多。佢哋優點就係比前嗰幾級嘅火力大啲。第4名，蓋爾巴力斯級戰鬥航母。佢嘅優點呢，就係比前2名擁有更強嘅防禦能力，同埋有艦載機投射能力。呢啲火力方面我不能保證，缺點啊冇波動回盾咯。第3名，次元潛艇。呢類型潛艇咧可以喺亞空間進行航行，亦都可以喺亞空間裏邊發射魚雷或者導彈。呢類型潛艇嘅缺點就係個裝甲好脆，一旦浮上正常空間嘅話咧，就會被集火攻擊。25集就一個例子。第2名，扎古魯特級宇宙戰艦。呢類型戰艦咧有個特點就係裝甲好厚，武器更加犀利。主炮咧係490毫米洋電子炮，比大和號大10毫米。就有一個缺點就係個機動性好差。第1名，德斯拉2世。哇！阿扎古魯特都嚟佢頂唔住喎。火力方面啊，當然比扎古魯特勁啦，仲有個德斯拉炮喺度。而防禦力方面咧就唔好講啦，整體戰力嚟講我就唔知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做大和做到厭，再加上見到收咁嘅質量睇都唔想睇，下次唔會再見啦，我想休息嘅。大家拜拜啦〜